台股休11天，今仔日一开盘落超过1000点，台积电上价捌落到1060块，收盘是收伫咧1070块，落65块。那台股今仔日是收伫咧22694点，落830点。另外，美国总统 Trump 的关税政策也冲击到台股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表示，会甲咱的企业界斗相挺。台股休11日全年第一届准备开盘，证交所拜求好彩头。不过，初三早起一开盘就大跌，指数为过年前收盘23525点，5分钟内就落到上价22502点，8000外点。扩大股台积电股价也捌落到1060块。那当然，我们这几天的休市那有所反应。美国的相关的这些 AI 的公司呢？事实上也经过这个整个1月27号大的一个跌幅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乐观分析，这届盘是台股休困了的反应。不过，这届大盘受到美国总统 Trump 关税政策甲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商战冲击。过年后开盘就大盘729点，比2020年开盘696点搁较济，创10年上惨纪录。也那日本甲韩国股市初三开盘也拢跌超过2%。美国总统大选后的贸易政策变化将持续影响全球经贸的环境。我们要未雨绸缪，为台商以及企业提供更完善的支持。另外，中央大学经发中心也发布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，整体拢落低。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落2.46点，落个幅度达到第2，表示市场信心较歹。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说，川普呢，他究竟会不会呢？对于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国家呢，发动这个关税战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要有比较强劲的表现，困难度会比较高。专家分析，2025年台湾资本市场也是增强，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就任了后变数较济，各界继续观望，建议保守看台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